日本熊本縣菊池市長來到台南市東區區公所進行區政拜會，隨後訪問團也前往中明國小的 AI 資訊教室，地上 VR 物件體驗虛擬教學空間。參訪的貴賓們也都對這樣子的一個系統，還有在教學上的操作非常的有興趣。那我想這個也是在建立一個彼此信任的關係，強化未來能夠進行這個教育交流的一個可能性。我們台日友好的相關的一些活動，都是在不斷的互相的資源以及交流中慢慢的深化。提出專業歌來實際品嘗交流座談當中，以專業領袖分做行政組、教育組以及觀光組，就地方治理、國際關係業務、觀光合作以及後續社區交流機制、姊妹校合作、地方特產物產等合作、商業媒合、觀光行銷以及地方產業推廣等議題交換意見。現場也展示後加相關的特色商品，帶來農民的落來，甲農業局的農特產伴手禮。それからもう皆さんとですね、本当長年の友達のように、あるいはもう親戚みたいにね。親しいお付き合い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そのことがとっても嬉しいです。で、それもこれもやっぱり李宗麟さんがね、働きかけて、台南市と菊池市の間を取り持っていただいたおかげでありますし、それを大区長さん、それから大市長さんでご承認いただいた、もうそのおかげだと本当に心から感謝しています。これからも長くお付き合いを続け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其實已經像老朋友一樣了，因為我們其實來來去去已經快將近10次啦。那兩邊的文化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那透過這樣子台日文化交流，除了加深我們的友誼以外，我們國小的學生也去那邊體驗不一樣的日本的文化。那我覺得這個都有助於大家未來建立更深厚的友誼。東區公所在議員李宗麟的牽線之下，對2024甲菊池市設計友誼交流社區，雙方持續透過教育、行政、產業以及文化活動來互動。這回特別邀請市府、學校相關企業以及地方團體來共同參與，希望和國際交流不止佇咧官方，而是導到深入校園、產業甲親密生活。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